라마당 공부 자매야라 차셀로 감기로 되미 된데 닌다 남다 라세 진이 되고 지시 세치 얘기 도가 레반지 칸다 시베 저런 머리 면도 동에 기세베 조조건라 보지 다즈 연라出去 양된송 조다 치조 니모 니로 레기 자조 죄제진 마리 메세 동에 누고 진이 죄제르디남人年他今社区他是原点绿洲接受土有股，就这就当就你现在到楼面上将被养了对，我妈的把咱那我妈的把咱那我妈的把咱那今天就觉得我自己大陆地母明白入些呢，各单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不被那我再多是。上周我们剩下最后2页嘛，啊。我们上周上的是什么内容呢？自由虚词里面的什么？什么躺着吗？躺着哦，躺着，躺你的句子，躺着。上个礼拜我们上自由虚词躺着，躺着它分几种？上周我们学到。前面有分技术里面有什么？当你语气允前当这个档案了就是不是？这是技术嘛？当你语气允前当，你们还记得吗？还不哦哦。躺着铁着吧，对，躺着上过了，是铁着。上周上的是铁着，哦，躺着已经过了，上次嘛，还好我把挪到前面，不然我也把它弄了。上周是我们用的是铁着代名词，对不对？学术代名词，这个代铁着，所以在铁着，它技术里面讲到了，它可以分几种什么？我们先复习一下，汤液点嘛，大宝跟那个那么大衔接，它分2种，是不是？有过去的名词。有了所以代名词铁着这个部分是可以分2种，说是一个是汤液点嘛，是已经讲过的，它可以用铁着来对不对？代替汤液点嘛，它那么大衔接译名，还另外除了这个过去的名言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在技术里面呢，就是它分2种，一个是汤液点嘛，它就是过去名言，第二个呢，那么大衔接是译名，2种。但是再来分的话是总共分5个嘛，是不是？在这个译名里面有4种，所以前面的那个过去名言再加上译名的分4种，总共是5个啊，贴着。虽然说5个，但是这里提到了神明讲就不行，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它还有其他的这种运用方式，
所谓的铁质，这个在技术里面是上次这么说的。然后，碳焰温度，不只是，对，本来是技术里面讲2个，然后是再来分那个第2个1米里面分8个，所以总共是9个。我说错了，4个不是4个，8个在前面的过去名言是9个，所以1米里面，像我们9个看9个是那的碳焰温度数，1米分为就是1名言分3个碳焰温度数，在事物分为4种，然后是时间分为2种，所以总共是9个嘛。这个铁质代替名词。那我们有说过时间分了3种的什么呢？一个是过去词语，就是说年得动，我个年得动的，就之前讲过的是之前发的那个公告，所以这个贴就是指的是那个公告，所以就讲到之前的那个公告，用贴来去，我们直接发的，如果是这边不，我们中文用了直接讲了公告，其实实际上也是对，中文里面呢这个贴不用特别有强调嘛，藏文上我给你的当贴特别强调了用贴来说明，所以之前发的那个中文的话，之前发的那个公告，就是如果是用贴来说的话，代替这个贴。那么显就个它其他的词语是什么呢？一个题能写起，就是如同这样写这个贴呢代替就是这个词这个字，像这个我们上次翻译的什么？那个时候会嘛如同这样字去写吧如同这样字去就是像这样如实的写，如同这样字去写，所以这个贴是那么大显示其他的词语的比喻是本身是这个贴指的就是前面那个字强调了他这个谈言也提到是连引的词语，讲到说上了叠贴就坐在地上，因为这个有这个贴说话还没有说完，没有结尾，因为有了这个贴就是他接引，就是引出后面的句子，所以说坐在地上后思维嘛，所以这个贴是连引的词语，所以在句名言上分3种，那事物微微望度我们就分4种，什么即所有之物事物，就是属于自己的事物，我的藏文我比喻落地是我的这个书，所以这个贴代表是自己的这个书，所以说是即所有之事物嘛。他所有之事物帕瑞本我不，那这个贴代表是他人的那个事物，所以 K 个顾尾确定的是你记得那封信，这个那就是指的是贴，所以那个是相当于表示他人的那个事物。再来三位我不是明暗之事物，来团开启的，来团开启的是重要的事物。这个词代表是这里面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贴，所以重要的事物词没有特别讲到什么重要的事物，所以用贴来去代替嘛，所以说是明暗，没有特别详细讲用这个词来代替，所以词重要事物，什么重要的事物呢？没有讲嘛，所以是明暗的事。点评我真实的事物，什么孔斯丘给松体，就是尊者的言语，此尊者的言语，如果是代替，如果是用这个贴来，中文里面也要带的话，此尊者的或者起尊者的言语，就尊者的言语是
相当于这边所讲的是真实的事物，就是它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原因，没有颠倒，没有谎言的，所以就是真实。用这样的说明是分种一事物的分类是4种。那时间分类有3种，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未来式。所以说那你罗萨给推的说是去年过去的时候，去年过年的对不起，去年过年的时候是那你罗萨推的那个时候，推的就是指强调去年过年的那个时候是过去式，过去提起过去的时间嘛。未来的时候呢，未来时短暂几面13天也是就是说隔周的星期五是休息。那中文里面直接没有我们用这个贴强调了，中文是直接这样叙述就可以，对不对？在藏文里面呢，贴是特别会强调这个一周里面的周五，所以隔周的此星期五，这个星期五是休假，隔周的星期五如果加那个吗？隔周的就中文不太顺嘛，加那个跟此。但是藏文里面呢，就是隔周的这个礼拜五，这个贴指的是隔周那个礼拜五，对不对？那我们书提到过，这边也有个过去式代替贴。我们前面寄送里面讲到的时候有一个过去式，那这2个时间都是同时讲过去时，那有什么差别？那就提到嘛，前面的寄送里面讲到的过去式就是现在发生的，就是已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过多久，就是前面就发生过的，没有去年前年之类的，不会这么说。那个过去式就是刚刚发生过的，那个过去式是在寄送里面的提到。那现在这里的过去式呢，是可以提到很久以前的，或者是去年前年的。这里红字是我们讲到的，就是刚刚发生过的，这个寄送里面强调了一个过去式，所以他的别着张松提送大给招的，就是他的别着是张松现在发了一本书，那个是指的贴嘛，是松大的根本松，所以说是那个是刚发的那个，就是还没多久，虽然是过去式还没多久的，所以这边的过去式跟寄宿里面强调了一个过去式，这2个的差异是在这里。最刚发生的那个贴在前面，比较久时间的那个贴在后面，是这样吗？就是你那个不是去年时间比较长的那个过去嘛，所以它贴就在那个后面。贴在后面跟前面是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在历史内容讲的时候，贴代表什么？贴代表是现在刚刚发生过的那个过去式呢，还是很久以前的那个过去式？它放哪里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嘛，对不对？那这个就上个礼拜的基础，我们上个礼拜这些都上个礼拜。这里吗？上周我们是到这，是不是？恐龙开发对吧？我们有讲到，对，还有不是就我们提到过说，除了这个前面的9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它可以带名词的运用，所以我们用了表示助语的一个运用方式。还有一个是表示远近的差异，那个是我们很简单，藏文里面、中文里面是这个跟那个，是不是？这个跟那个，藏文是用这边的话是离，那边的话是贴，用这2种的差异，这边是用的离，
我们是用了的，那边是用了铁远距的差异，这个比较简单。然后是代表前后的差异。那我们这里就今天开始要讲的嘛，这是混合给开吧，就是前后的。比方说，当年那种爱一节，当年那种爱一节，错不？카로 슈버즈 되게 세외 참라 되게 세외 참라 땀내 내종 아이지 땀내 내종 아이지 초보 카로 슈버즈 되게 세외 참라。所以这边这个句子里面，当年是回复人家所讲的，我要回复的，当是人家所讲的，连就是回复回答，所以当年，那座是那个鹦鹉嘛，那座是鹦鹉的名字，所以这边是鹦鹉在讲，说这个回复呢是对有鹦鹉，我鹦鹉来回复嘛。回复你不要讲，我来回复，这是鹦鹉讲的。当年俺也讲，鹦鹉说是我来回复，对不对？초보 초보就是朋友嘛。초보 카로是카로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카로卡就是嘴嘛，所以카로是就是闭嘴的，其实直接讲闭嘴，就是不要说话。看到学我嘴就是也是一个祈求或是命令，你不要说话，你不用讲啊。这个书是他用了敬语嘛，其实看到的看到的是吧？那用敬的话是看到书一般我们是请坐的时候也是的嘛，对不对？那坐的时候是敬语是书。用在这里是一样的。那初步看到就是朋友，你不要说话嘛。되게 세외 참라，되게 세외 참라是这边的되게指的是前面鹦鹉讲的句子，这边有个되게嘛，对不对？되게 세외 참라，话说到词，这个词是指的这个，所以这边中文里面的这个词代表是这个吗？可以。中文可以理解这样吗？话说到词，所以这个词呢，它代表的是前面这个句子，讲的鹦鹉讲的话。我们讲到是代表前後語嘛，那後就洛杉矶되게 세로，就洛杉矶되게 세로，就洛杉矶되게 세로，기기 공무 당기기 공무당니 기기 공무당니出了声기기 공무당前面这边是你做以后续是这个在哪的做漏掉了기기 공무당니你字你做出了声就是猴子嘛，对不对？罗上就是聪明，聪明。那这聪明的猴子说了聪明的猴子聪明的猴子说了哪一句呢？就下面那一句기기 공무 기기这个기기是我们教过嘛，对不对？기这个代表是什么？기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个呼格吗？
互格的时候有词吗？对上、对平，对，这个是呢，晚辈还是平辈还是上？啊，下是我矣啊，这是平辈吗？平辈不是盖矣吗？平辈应该是盖矣吧？盖矣，盖矣是平辈，盖是长辈嘛？啊，这三个你们忘了啊？盖是长辈，所以他是很恭敬的对他们，对那个对母鸡跟那个鹦鹉讲了，你听我说，请听，应该是请听我说嘛，那是他很敬佩的，用了 ge 就是尊称，就是上辈，就是长辈，对长辈讲是 ge 嘛，叫声的叫的时候，呼叫声像我们在你们在这种仪轨里面，你修那个护法的仪轨里面，就要祈请护法的时候，前面会有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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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这个意思里就是很尊敬，就对上辈对长辈才会讲，所以这些寄送那个仪轨里面，那个修仪轨的那种护法的仪轨里面都会有这个词出现这种词，叫呼叫声不是你们也有个电影嘛，也会呼叫，你们阿里巴巴的一个电影，你们看过吗？以前早期什么芝麻开门是你们看过吗？好久就是这样去叫的话是给芝麻呢，可以用这么说吗？所以但是在这里呢，说是孔沃，我们主要讲解的是什么孔沃嘛，对不对？前后，所以这个铁讲的是前面这个句子，对不对？然后底盖这里有个底盖，对不对？底盖指的是这个底后面的句子，猴子讲的句子在后面，是不是？所以底盖写了这个底盖指的是猴子讲的下面的那个句子。底盖写的这是鹦鹉讲的是已经过去已经讲过了，这是前后代表前后。所以阅读藏文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如是我闻经书里面对不对？心经里面如是我闻，底给打给推吧推荐了，底给用了藏文是底给打给推吧推荐，那是他接下来要讲我所闻到的，接下来要讲嘛，所以底给打给推用了底给，所以那个底代表的是后面我所闻到的，我所听到的。心经里面用了底给，藏文是。好，这里的差距就是前后，这样了解吗？你们基本上全部字面的内容不了解也没关系，主要是用法，这个底跟贴，推给切吧。那时间的差异，这个他中我贴着这个用时间的差異什么呢？切点多个当中了，闲长呢？切点多个当中了，闲长呢？切点多个当中了，闲长呢？切么贴了？眼松土。后尾就是着，切么贴了？眼松土，后尾就是着。切的就是今生嘛，切地的就是这个地是拿来个，对不对？这是拿来个
多亏当中，多就是吃的部分嘛，饮食。多亏穿的衣服，当名声，说多亏当中名当就是名声，亏穿的多饮食三种，所以这三个名衣食，显价就执着，显恰是执着，切就是太，切场呢是太执着的话，当然我们没有执着，我们需要嘛，衣食我们是需要啊，对不对？我们是活在这个人世间，没有衣食我们活不下去嘛，这还是会有执着对这个上，但是太执着，今生若太执着，名衣食。那这里可以翻译说，若这里有啊，若今生太执着名衣食。期末提了就是来世嘛，期末提了，眼松度，冲为，有着着。期末提了，期末就是来世嘛，所以这边的他中国的代名词是来世，就是强调这个来世。你今生是太执着名衣食的话，那眼松是什么？三取嘛，眼松就是二三取，就是二取。那二取有三个嘛，对不对？所以二三取，眼松度弄就是堕落或是掉，弄就是掉，这是属格，对不对？弄就是掉，或是堕落，变成它的因，u 就是因，来世将会堕落二取，堕落二三取，二取三二取嘛，对不对？三二取这个是前后要改嘛，对不对？三二取，这个吗？这个是弱，差就是太阳，切差吧，切就是太，切差就是显价切差就是切差是一起，就是当然我们都有执着，当然是有强烈的执着，但是比超越这样的话，气场呢，就是你太大的话，对这个方面执着太强的话，气场可以成太强，那你说拿是什么？弱太强。那在这里可以翻成是弄为有主着，就是那弄为就是堕落嘛，反而会变成堕落三曲的二三曲的因，这个就是因呢，我这里没有翻因呢，其实变成了将会堕落三曲的之因来世将堕落三曲之因，来世将，那因为有将就不用会嘛，对不对？来世将堕落三曲之因，因为我们这加后面这个因的话，来世将堕落
三二取之音。那要加吗？要不要嗯，加字音？要不要加？后面的要不要加字音？要不要加？如果要改的话，来世将堕，那不用落嘛，我们要加两个字，对不对？来世将堕三恶取之音，所以刚好取掉了这个会跟落嘛，这样可以吗？这样就刚好啊，对的啊，字数要固定啊，对啊，才会字也是跟差一样嘛，然后它的藏文的内容都符合。怎么当中翻的时候我没想到，止损地可以吗？这个不，我刚刚讲解的时候，这边因为我没有翻这个音嘛，所以音加上去，有哪那个？这样这个翻译你们改一下啊。来世将堕三恶取之音，三恶取之音，那就跟符合这个藏文。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课程的剩下的2页，那我们就今天来看今天的课程内容。这边吗？有啊，孔目是母鸡嘛？孔目是母鸡，我这边和提到说还要加一个呢字啊，只有呢，应该要加一个呢字，但是呢这里面呢做，但是应该不需要加。给孔目它呢，错了是吗？你看藏文的啊，就落上给这个写了，给这里要加的话，用这个在哪做？呢做，就是鹦鹉嘛，所以。聪明的猴子说到了什么呢？那个母鸡和鹦鹉，请听我说。鹦鹉是这边，这里加一个呢字，这种字，呢做，不好意思，在哪做？呢这里有对不对？漏了一个在哪做嘛？呢做少了一个做呢做。请听我说。出了是这边，但是这边中文就不用加这边听吧？从我这就有了我就可以了，听我说。孙嘛，孙就是听，孙堂。年堂，敬语嘛，孙就是敬语，如果是一般是年堂。我们如果是不讲敬语的话，娘那的年那年嘛，年堂，后这是命令嘛，那年堂。年吧，就是听的意思。我们不是年退吗？声纹吗？不是用这个吗？年退吗？年退。娘哪年？他哪特啥是年退？年退就是他哪的特啥退？
年退，看到退啥退？年退，年退，年是听，这意思年就是命令听，命令语句。对，这个是敬语。这个是有带命令的意思。听我说。有命令的意思。这个那个也有。那个也有。只是它这个是一般的听的语言，那个是敬语。敬语的听。那你那个什么退呢？退是什么？退是文。文法的文文法的文。对，因为声闻是什么呢？是它虽然不行大乘的法门，它不行，它是主要是声闻嘛，它就会，它是那个上座部的，所以它但是在佛陀面前他会听法嘛，听大乘的法门，年就是听嘛，听，然后他所听到的法会传授给他人，他会讲给别人听，但是让别人听得到，那是退。自己这个年是自己听，这个退是让别人听得到，年退。那等于是像弘法利生一样，就像你这样讲给我们听，就是让我们听到。我来，先我来，然后怎么说？我来听就年我来听。对，那个是我讲给你们听的那个是退，所以声闻是这样，声闻的为什么声闻讲年退？他虽然不行大乘法门，但是他会在佛陀座前会听，然后听到的传给别人，听这是退，年退。听闻的这个也可以代表是小乘的声闻的意思。对，就是声闻，年退就是声闻。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课。今天26课嘛，26课。26个是我们要现在讲的是记着，接着就是疑问代词，记着，那在记诵里面它是怎么说？积极，苏康，记着的，积极苏康记着的，积极苏康记着的。习的来着，去了记，习的来着，去了记，习的来着，去了记，你是大心，给了记，你是大心，给了记，苏尼，康萨，康古。老苏尼康萨康滚老苏尼康萨康滚老。那这个说王论记述里面在讲什么呢？基本上我们的这个
三是颂根本颂嘛，这是数王论的，对不对？三是根本颂里面呢，它主要显示的这个疑问句是只有一个，直接讲的哪一个呢？是扛，只有一个扛。间接讲的是有三个即、即、数，这三个是间接。但在数王论里面呢，全部都这边很明显的告知我们，这有四个，知道吗？我们现在学的是数王论的计算，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容易了解这个，他把全部的显示给我们看，就是但是三十颂根本颂推木桑布的写的那个那个寄颂里面呢，只有看得到这个康的疑问，所以间接要了解是这三个。那所以呢，疑问句，那这个疑问代表是总共有四个，一个是即，一个是即，一个是数，再来是康，有四个疑问句。那有四个疑问句的话，首先是什么？即嘛，对不对？那再就个即，那通常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不是单一的用即，它一定要跟那个搭配后面那个即息、即息、即地、即地、即列、即列、今着、今着、即起了、即起了。所以有几种，这里还漏了一个我这边是基地应该是四个即息、即息、即列、即列、今着、今着、即起了。这是通常我们用的时候这个即是单一的没有意思，只要你一定要跟这几个搭配。即息、即列、今着、即起了即地我这个地是一个，我们不是有拉介吗？拉介代数词代数。代数词有学过吗？首先记住这几个了，它是运用的方式，对不对？不是单一的。然后还有个即，对不对？即，同样也不能单一用即，你要的时候也是要跟这个搭配这个即逆、即逆、即细、即细、即得、即得、即醒、即醒、即给、即给、即逆、即逆、即细、即细、即得、即得、即醒、即醒、即给、即给。这两个是这样用。我们接下来看譬喻就知道他在讲，主要是他在疑问的。所以他就是写在前方，那你后面的那些字就算后加的。对。然后有个第三个是数嘛，对不对？数你扛上，这个数指的是人，数嘞，数切松数着松，数lập松，这个数呢，就是虽然是疑问，这都只代表人，知道吗？所以数你扛上数你扛上，扛有个扛字，对不对？扛，那个扛代表什么？即任用，就是它是不只是人、事物、东西，什么都可以运用这个扛，知道吗？所以扛归就是全部嘛，它可以运用在任何上面，了解吗？这个计算上面大致上了解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下面看但我也这边有解释嘛，即
这里有表示指表示什么呢？物疑问代词啊，那就是其实它的意思我们刚刚讲到叫即行嘛，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它的表示什么啊？即行表示什么？什么意思？即行切送，怎么了？啊，这个即，那即它的表示是如何？如何？疑问代词都不能单用，但是再有即，大部分也不能，但是特别是这个再有即是不能单用，它完全不会代表疑问。但是即它可以单用，有些地方的它会即使它就会单用。你说了什么？康区的那个言语里面呢，你说什么是卡里了吧？我们这个胃胀的会说卡里了吧，是吧？卡里了吧，说了什么？康区的可以用即使，即就是什么啊？即是什么？就是谁就是说嘛，即使。所以即可以单用嘛，这边的即是表示即是什么的意思，知道吗？那即它不能单用，它没有意思。即它一定要有即是啊，记得了，一定要跟一起用。它即使单用的话，它没有如何的意思，了解吗？即它单用又有什么的意思？即不能单用，它没有如何，一定要几逆几是几得了几个一起才有意思。那数它也可以单用，数嘞是谁，对不对？数音啊，所以谁数表示谁，指人疑问代词。扛它也可以单用，表示什么？这也是表示什么？扛切送，怎么了啊？都可以挖啊，户不行，户是说啊，所以户只能专给那个树啊，刚才扛只能扛可以换号，这样子吗？啊，how much 的那个号吗？还是 how are you 那个号？啊，这所以是这样意思吗？啊，数是人只有带人，对。How are you 的号就必须要加是人，所以说这个，所以你刚刚在问我说这个扛只能给换跟号，不能户，这样是吗？不是，我的意思，扛是任用嘛，什么都可以用，只要数是整在人，用在人。所以扛的意思也是可以有谁的意思？它有任用。也是有户的意思。对，有。好，刚刚是单一的即，对不对？有个即息就是任何嘛，我们可以它的理解上任何，在造句里面可以理解。那即地是如果，即地啊，所以刚刚那个 this 可以这样用了。那个 this 不用说，我刚刚讲到什么呢？它是代数词，但是它也是这里用的是一起配合即地啊。如果即地俺马来呢？如果我没来的话是这个如果即地激烈为什么？激烈为什么？像这一类的，你们这个部分是抓得到的话，那你们看藏文的那个寄送也好，那个
那个经论里面呢用的，就会知道它是讲什么嘛。这些是虽然是小小的字，但是它的含义你没有了解的话，抓不到的话，那你整个的句子就会没办法去了解啊。所以激烈是为什么的？卡的欠呢？我们一般是白话文卡的欠呢，用这个句子就可以了。激烈，那如果是你在讲话过程当中激烈，就回到古时候的那个，很少说口语没有人这么说了激烈，但是不晓得其他地区有没有在用这个，最少在那个，那卡雷列度也会卡雷列度、卡雷切度、卡雷切度、卡雷列度，这个列就是以什么就是为什么就为什么什么人，今着就是怎样嘛，今着我也了解我这不听着，今着是怎样啊？我们继续嘛，激烈激烈，今着就是怎样的机器人为何，对不对？这是我们这辩经的时候是一个回复嘛，机器人对不对？所以机器为何这几个的用法了解一下，马上没有抓不住也没关系，但是机器人口语没有，辩经才能用啊，对，机器人辩经的专有名词。不，卡的钱呢？但是你说机器人，人家听得懂啊，机器人啊。真的。你的藏文是跟那个仁波切学的。对啊，文言，所以只会用这种字。这个但是我们因为寺院里面，有时候是偶尔就会，为什么说又会机器或者会有用第二个几逆嘛，几逆所有几逆是所有几逆几达了如何几个如所说，几个写不行，那几个大个对吧？那个是几个大个，不是几个行。几是只要，后者是乃至什么？对，几是哪个念为？几是乃至有虚功？几是哪个念为？那个是乃至，那它也只要的意思嘛？只要虚空在，对不对？只要地狱不空，那个是对，那个是地藏菩萨的愿嘛，是不是？几是鸟嘛塞法了，即兴就是正如正如几藏多么几藏多大几藏有的就是藏文是他在理解是用多么的意思。那有时候是这几个是我虽然这样去翻，那有时候是你要去看前后文来去拿捏它的意思是有没有改。苏醒任何苏醒一种是凡是任何人嘛，苏醒一种苏醒就是任何，这个苏我们刚刚讲到知人嘛，对不对？素的是哪几个？对吧？哪几个？是哪几个？哪几位也可以的，哪几位？因为人嘛，哪几位？对，没错，哪几位？是哪几个人呢？
也是还有会吗？哪几个人呢？苏康是无论苏康。那这个大致上知道，因为我们又用在造句的上哈，不太会马上记得住，但大概的先了解一下，我们再用在那个造句里面就比较清楚了。苏躺苏喜，就是水和水了。苏本身是水嘛，对，水和水。这个扛喜也是任何啊，扛着如何，扛的，但是无论如何，扛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扛的我主意，无论如何我要去，扛的我主意，扛记，凡事的意思，扛样，无论什么。大致上它的运用方式，那我们在造句里面用的时候就看比较容易了解。我们今天先休息。那个熟躺熟洗，如果只讲熟躺熟可以吗？可以啊，熟躺熟洗吗？可以。那这边的洗是什么意思？意思一样，苏打苏洗，意思一样。因为我们这边有苏洗、苏康，又不是有好几个可以带吗？但是用这个来去说，但是你说苏打苏是可以啊，苏打苏没问题啊。苏打苏水还是互怕叙述了谁怕谁嘛？谁怕谁的时候要有个作格。叙述了谁？所以他用熟躺熟，不要那个洗也是可以。可以苏打苏。直接就熟躺熟这样子，简单的。我们前面的是在技术里面的运用的一个简单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用看譬喻，在这个我刚刚提到嘛，虽然有这边的疑问值是主要有4个，是不是？有哪4个？记、数、扛这4个用在。那这个里面呢，30个技术中，那个题目上不着，它主要讲解的只有一个，直接讲的是扛，3个是间接的。那我们就扛是，你看啊，扛是有时候是主要是扛是讲的是，扛这个词呢，它会代替别，有时候是代替总。扛本身是一个总，它代替总别吗？我们不是有总别吗？它扛本身它是代替总，但是有时候它也可以代替别。我们是扛人是你说用在卡勒的，这是什么？是说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嘛？什么这个会不会？你说那个扛那个。任何地方可以用，什么东西啊，在哪里啊，是都卡瓦都可以扛起说怎么啦，都会用这个扛这个，它是一个总，所以都能够片语就是我们用在社会学的用法来了，它是一个就片语很多的地方，但是它单一指定一个也是别。就是扛这个字不会任用，它是指定一个，像我们数一样，数指定人嘛。我们刚刚讲的数只是代表指人嘛，所以扛用在别的时候，
它是指定一个，它不会讲其他的。像我们这里啊，감기 특징 예송네， 특징 예송네， 감기 특징 예송네， 감기 특징 예송네， 따와 탐제 방배 7， 따와 탐제 방배 7， 담배 취니 뚠제바， 담배 취니 뚠제바， 코담 테라 차체로， 코담 테라 차체로。 好，这个寄送是我们通常是对礼敬，本来这个寄送礼敬是释迦牟尼佛嘛，所以这边用了康，我刚刚是总，它是任何都可以有可能性，但是这里是指的是别，用于别，康是指谁呢？是佛陀，这里的康指的是指定的是佛陀。为什么呢？看 key 这里有个做过，对不对？突这年松呢是这里比谁突这就是大悲心，突这就是大悲心。这里用个这就是做格，用悲心用大悲来做什么呢？年松就持嘛，持谁呢？持的是有情，所以比为大悲持有情。因为有了大悲才会持有情啊，所以这个比就指的是佛陀，除了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指定的是佛，所以它是别，用别的方式总跟别里面的别，这个扛呢是总跟别里面呢它别的方式，它指定一个，没有其他的。有时候我们这个扛是代表什么什么什么呢？它是总的说任意都有，所以呢，这个寄送是世尊以大悲持有情捏诵就是诵就是持的意思嘛，用大悲来持有情之后呢，做了什么？刀啊，他们这帮别去哇，刀啊，那就。见，我们这六根本烦恼，有没有六根本烦恼？你们都知道吗？六根本烦恼，六根本烦恼里面有一个是见，那5个是非见，所以六根烦恼。六根本烦恼是不是？六根本烦恼是6个吗？不是10个。但是如果六根本烦恼那个里面是见是算1个，非见是算5个，所以六根本烦恼。拿把那个见呢拆开来说算5个，那就是10个。所以这边是刀就是见嘛，就是5个，这5个都断除了。释迦牟尼佛呢，我们的世尊的断除所有执着见嘛，己的他的罗的出去对治求证，就是我们所讲的沙迦耶见断边见断见所以5见呢都断除了，戒禁取见。还有什么5见进取之见吗？边界他的老大邪见那坦白去你对这吧，就是做了断除了这些见执着的见，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不就是做的意思吗？做了什么呢？那宣说正法，就坦别去正法。
敦就是可以讲宣说，所以呢，宣说正法啊，谈句敦的敦怎么宣说正法之弘扬？那我这里结果就把它翻成了弘扬。扩담텔라차절로，所以因为我们要礼敬世尊的话，前面要称赞嘛，那前面这几个都是称赞世尊嘛，世尊的功德，所以世尊有这样的功德，我当然要去礼敬了。国当是这世尊的名字，对这个礼敬。那这个铁，我们是上周学过的内容是铁着，对不对？铁指的是这个世尊扩当，我要礼敬谁呢？我要礼敬这个佛陀，我等顶礼，扩当对，扩当嘛，对，拉那个这个罗结语词，终结词，这样这是那个文法的分类，这样分的清楚的话，那就是句子比较容易了解。佛陀就是佛陀，就是可以讲佛陀吧。佛陀的名字，前面的名字，对，悉达多扩当，乔什么？乔达摩，扩当嘛，乔达摩，对，就是音译嘛，它是音译，扩当嘛，对，这个句子你们还记得吗？这个句子啊，我们平常上课的时候，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最后课前不是用这个藏文都是讲这句啊。这就是这个，他没有，就是这个技术。我们的那个里面好像是用音译来中文，是不是？这下面有，中文我没有看那个中文，好像也许是中文看，我也对，那个有中文嘛，对不对？中文那个看一下这个翻译恰不恰当？好像前面翻译是有一点差异，好，那没关系了，反正是这边讲的，我们主要重点是这个康这个疑问词，那这边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世尊。这个寄送是现在这个寄送的理解了吗？这个记内容 ，OK， 那记着疑问代词按一定格式组合的短语了。我们会疑问代词有些是句子里面肯度基督，它其实说肯度就是我能做得到的肯度。我能做得到的就会做，基督肯度基督，藏文是肯度基督，我能做得到去尽量做。那中文是尽力而为嘛？应该是不是？尽力而为是不是我能量力而为嘛？那尽力而为是什么意思？我全力做嘛，对对，肯度基督，对，肯度基督，对。肯度基督写久了吧？肯度基督，对，肯度基督，这个 to 就是能的意思，肯度基督。所以像这个句子呢，像这种是按照藏文来去说明的话，还是要看中文有没有相近的句子，那这样比较容易了解嘛，马上就一针见血嘛，这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尽力而为啊，不是直接用藏文来去说明。我都能做，
肯度基督对，肯度基督需求，肯度基督需求是我能做的我都能可以尽力做。扛了扛z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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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的意思，适当。扛了扛zam但两个都是扛了扛zam前的这个意思，就是不要太学习上面也不要太用功，也会伤身体，要健康重要。扛了扛zam前的这个人，你能学到多少就学就可以了，就扛了扛zam适当的啊，扛了扛zam扛了扛zam这个人，你说这个吗？扛了扛zam前的扛了扛zam前的这个人，对，量力而为嘛，有点像量力而为嘛。扛了扛zam就是扛了扛zam这个季度吗？扛了扛zam就不行，这是扛了扛zam是一个，就已经是这个词是已经固定的一个用的多。扛了扛zam差不多了，也是差不多的。扛了扛zam差不多了，就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要太往上面想生活这样就够了。扛了扛zam穷的这个人，扛了扛zam扛了扛zam那适当嘛，适当扛了扛zam扛了扛zam是对谁比较对这个适合扛了扛zam嘛，zam不就是适合zam不也有另外一个我们这刚刚适当嘛zam不对zam不就是适当。zambu前的这个人的zambu这适当做就可以了。zambu前的这个人刚开始不要太用功，那就没有后续了。zambu前的这个人zambu这是扛了扛zam这些句子是平常会用这几句你们用得到的话，就会人家会看到学到的蛮厉害不是用这几句你们通常用得到的话，几么即兴几么即兴几么即兴削弱削弱几么即兴削弱几么即兴颂堂，请如实说，颂就是说嘛，几么即兴就是如实，又会有一模一样的意思。几么即兴这些几么即兴就是完全没有差别，是一样的。几么即兴他是说有两种，几么即兴几么即兴几意几意体意几意体意几意体意，那这个比较少说。几意就是乃至嘛，我们刚刚说体意就是如是，所以几意体意就是乃至如是这个是在疑问代词组合的一个短语那我们刚刚讲到是疑问词是扛是不是在技术里面30个技术就是숨주바 뒤면삼보자讲解的时候扛是什么直接讲的只有一个英文，对不对？其他都是间接嘛，所以修订给记着间接暗示性疑问代词。除了扛以外呢，就是缺了继续过上，缺了继续过上，缺了继续过上，继续就是什么嘛？通常我们说话的一般是口语里面缺了卡的过程，是吧？卡的
卡的就是机器，相当于机器卡的啊，给了卡的过，给了机器过上卡的就是你需要什么。这个 some 是什么 ？question mark 吗？这是疑问，它是问句，对不对？我们就问需要，对，要啊 ，want，what do you want？ 应该是也是 what do you need？ 这个知道，我知道，对，用在那个譬喻上面的话，你们这个例句的话比较容易清楚了。机器就是什么啊？可以让机器过上。激烈度，米大不公。激烈度，米大不公。说激烈就是为何？公就是修嘛，那米大不就是无常？为何要修无常？激烈就是为何？卡的钱呢？我们这口语来讲的话，卡的钱呢？对，卡的钱呢米大不公。书面语里面会用到激烈，所以像这些你要学到的话，然后自己如果是写文章的时候，这些都会能用的。每次都同一个字就没有意思嘛，就是米大不就是无常啊，大巴就是常嘛，前面加一个否定就米大巴就是无常啊。但是你这个念的米大巴人就是常，米大巴米大巴人就常啊。这个要念的时候，语感上面要去米大巴，米大巴不要念米大巴激烈度，米大不公。金着尾，来切吧，金着尾，来切吧，这不听着你的酒，这不听着你的酒。金着是什么样的就何种的意思啊？金着叶是不是来嘛？金着，所以切吧就是造作何种业嘛？金着我也来切吧，金着我也来切吧，这不听着你的酒，这不听着你的酒，这不就是果报吗？贴指的就是这个代名词前面那个这不，是不是？听着你读对不起，听着你读。这里不能用单音啊，听着用听着就是那样，如是那样。所以你造了什么样的业，就会有什么样的果；造了什么样的业，就有什么样的将成比果报。意思是听着你造了善业，就有什么样的善果；你造了恶业，就有什么样的恶果，是吧？指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今着就是也是什么？后置我们这里何种？今着我也了解吧，这不听着你的就这个我们通常也是在民间里面都会用这个，反正是造业恶业，自己造的业自己要承受嘛。今着我也了解吧，这不听着你，看那个来卡的切为呢，这不他用过的。你造了什么样的业，就有什么样的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的今着就是何种今着机器的米大不一样，机器米大不一样，机器米大不一样。那机器的我们刚刚是为何嘛，对不对？
为何是无常？弥达不就是无常吗？ nam 就是疑问，对不对？ in nam 我们的文法学过 nam 为何是无常？所以这里我们造句了即息即列今者即起日，全部都用上了啊！即息这些怎么没有固定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下在在句首，那也有在中间，啊，没有固定的像没有，不需要固定啊，你不需要说在前面。我知道要给它放哪里，还是我们全部都可以给它放最前面？没有啊，你这跟中文一样，你要中文什么是要放在前面还是后面，或者为何是放在前面后面，或者这边是何种是放在，你有位置有固定吗？这个相当于跟中文是，你把那个换句话是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固定要前面，不是说一定要最前面，也不一定。但是，一般的中文的现在语的话，为这个疑问句是都在上放在前面嘛？你为什么什么什么，何种什么什么？但是古文里面也有疑问句放在后面嘛？这些都没到不？没错，可以啊。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了，你学会到了机器的跟激烈的话，你前后你都可以代替呀。你已经知道了机器了，那激烈也是意思是为何？但是我们辩经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说激烈，都会用机器，不会用这个激烈。但是意思是也是一样，为何？也口语的时候很少激烈，但是你书面语里面会用到这些。所以下面这个机械米大法以内，这个是辩经的时候用的句子。辩经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机器人。我说像下面这个是辩经的句大法，因为我们平常不会用机械嘛。对。平常我们是会가르치는입니다。가르치는입니다。倒数第二句那个你度是什么意思？倒数第二句，你不停的你度就是，你度这不停的你就是那个你就是强调语句。他写句图就是拿了一个下一句还有渐我们是有3个嘛，对不对？即还有即数3个，对不对？那第2个渐与即逆即逆我们造句嘛，即逆团度就是与任何事即逆团度即逆团度，团就是事情嘛，那即逆就是任何与任何事即逆团度。还有即是他把没到爬，即是他把没到爬了，即是他把没到爬，即是我们刚刚翻成乃至嘛，所以乃至为解脱，他把就是解脱。即是他不就是解脱嘛？没脱不就是为得嘛？脱不就是得，没脱不就是为得嘛？为得解脱，所以就是乃至为解脱。这个爬就是至，对不对？其实即是也是乃至嘛。即是他不没脱爬，所以用了即是这个词。即是他不没脱爬。即是哪个没事爬了，乃至于虚空那几德这个几德呢？几德说的不行，或是几德说的不行，几德说的不行，几德就是如实，几德嘛，说的就是其情，说的吧也是其情。
啊，吉达苏瓦德巴西，那个般就是心，如这般齐情，如这般齐情啊，用了吉达的，那即心，三顿即心住吧，三顿即心住吧。就是即兴，也就是你所想的愿，就是如是得成了，如是实现了，那就是藏文是三顿即兴住吧，三顿即兴住吧，那心想事成。中文是应该可以直接说心想事成啊。所以你要藏文，你要用心想事的话，你要说三顿即兴住吧修，后面加一个修动词。三顿即兴住吧修，你们手机里面都有藏文嘛？你跟你的朋友藏人的话，你就问候三顿即兴住吧修，下哪的修卡修，下哪的修卡修，三顿即兴住吧修。上团上吧就是你所想的，团就是所想的这个事情嘛。对，啊，那即兴就是如实，如实。如果就是承办，那中文直接说成心想事成就比较让你们比较容易理解。几个写吧行图。几个写吧行图，几个写吧行图，这几个就是如实嘛，写吧就是说，那如实所说，行图如实所说，所以我们这边用了几逆、几逆、几时、几达的、几心、几个这几个造句啊。是这样运用的，你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能够记住了，但是了解一下这个，其实是也没有，这就是常运用的话才不会忘记了，是吧？它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句子里面呢，全部都用了。这个造句里面呢，即息、吉达、扛、素，全部都有嘛？全部这四个的我们都在这个句上，即息如果来他啦，即息如果来他啦，吉达的就被出现呗。其他的就被出现呗，落单电把扛铁啦，落单电把扛铁啦，落我每个苏洗器，落我每个苏洗器。你们先不要看中文了，你们看这个藏文呢，即息我们刚刚教过的是吧？即息是何种？即兴，即兴如果就是要办嘛，承办，要办什么样的何种事情啊？来他拉斯要办什么样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业，来就是业嘛，它就是多数，业就是它是双来后面加一个它都是业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就业是复数。加一个复数就一列它了，所以办何种这种业的，就是事业也好，继续我们刚翻着了，我们这里翻了承办何种与事业嘛，没错，非常正确，好棒，哦，其他的就被出现吧，其他的就是如实嘛，对不对？主北就是其实是做的方式你做的方式，这是作业式，我不会翻作业式。
吹习做如北吹就是这个作业的方式，所做的方式啊。那现嘛就是得知嘛，所以其他就会吹是继续如果来的我要想造什么样的业了，那我应该要前面这个那个事业就是我要一个好的结果，我要造一个好的业，或者是我要做一个好的事情，对不对？继续如果来到了其他就你已经知道了，其他就如实知道了你怎么做，我做这样的事情，我才能够我可以想要做的那个事情做得成，办得成。所以说其他就会出现别已经知道了我该怎么做现在你不用讲，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是谁呢？落点点吧，就是有智慧的人。落点就是落胆点吧，就是具有智慧的人。扛铁啦，扛指的是这边扛指的是总还是别啊？扛指的是总吗？这边扛是这边的扛就是指的前面那个聚会的那个有智慧的那个人呢。落单地方扛掉了，就是这个前面的聚会的人，就指的是别就是有这个他已经知道了做什么事，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得成，做什么样的造扛掉了。落每个数学，落就是心呐，落指的是心没有打错字没有打错字，确定可以打赌没有，你们看一下字典，你们不相信也要查一下字典。罗是可以指心我们有肺也是可以讲罗肺也是罗心脏跟肺是也是罗那现在这里罗是心老师他不用 sum 的意思是因为要凑两个字哪里 sum？ 我们 sum 不是也是心吗 ？same 对 same 也是心他用 low 是因为要两个字对啊，他可以用 same 吧对啊，那为什么不要 same 吧 same 大家都知道还能用一个自己高级的一个名字对吧不是对吧罗每个无有不喜之心呀，像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每个搞就是喜嘛，对不对？谁不喜欢？树就是水，对不对？这边的气是指的是鱼，罗每个树是鱼，怎么会有呢？没有的意思，否定就是怎么会有？没有啊！藏文这个用法是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中文里面没有这个。这边有些气是已经是有的意思嘛，但是在这种的方式里面用的是怎么会有呢？没有啊，是这个。罗每个苏西气，这个气是有，但是我们这里理解是怎么会有？没有啊，没有一个无有不喜欢之心呀。像这样的人总之呢，这边这个技术里面呢，最好的是我们学过的4句都用在这个里面了，这个是最一个棒的一个技术。记得的扛树没，铁拉这些当然是疑问句里面的这个4个都在这里这个技术非常棒
身边扛萨，但我们刚刚讲到了萨西就树是指的是人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句子，敦巴缺了米特别，敦巴缺了米特别，남주点把苏西约，남주点把苏西约，파마 뭐주 수양 매，파마 뭐주 수양 매，苏了참신，苏了当，苏了참신，苏了当，苏了참신，苏了当，啊，敦巴缺了米特别斯。敦巴缺了没？敦巴就释迦牟尼不对，铁巴就是信。那我们不信导师者是敦巴缺了米特别，敦巴缺是导师你，米特别不信。对于导师你不信的，那么就点吧是有智者嘛？有苏喜约是有何智者，也就是如果是智者的话，一定会对导师会有信呐，就是没有一个智者不信导师的意思嘛。那么就点不苏喜约啊，你看，那么就点不苏喜约是有嘛？我们要想成什么呢？反过来讲啊，那么就等不觉了米特别，那么就点不苏喜，谁有这样的不信世尊的智者？如果是智者的话，一定会信智者啊，那个世尊。这里的素也是指的是没有一个人啊，那么就点不素，这边是智者，素指的是这个智者嘛，没有一个智者不相信世尊的。帕玛摩就是帕玛就是父母，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不成为父母的，因为我们是轮回，一切如母众生嘛，没有一个人没有当，我们不是佛陀讲过吗？都有当过有情的话都是当过父母嘛，所以没有一个人为人父母。可以这个翻译可以吗？苏了참시苏了当，苏了참시没苏了참시苏了참就是与谁悲嘛，然后嗔当就是嗔，对谁悲升起悲悯的心，对谁升起嗔恨心。苏了참就是悲，对谁有升起悲，对谁升起这个心我们还没有学过，这也是文法，它其实也是一个连接，它是连接词。苏了当，所以这边用的是苏。前面是悲，后面是嗔哦。对，没错。所以它就是那个悲跟嗔啊，好，我们就对，没错，我们念一次啊。敦波确认米特别，那么就敦波苏西约，帕玛摩就苏样没，苏了참신，苏了当，苏了참신，苏了当。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寄送啊，这两句一学。敦波确认米特别，那么就敦波苏西约，这是一句两句。那帕玛美就虽然没苏了참시苏了，这是两句各一句。下面你说那个形色是代表连接，那就是连接这个悲跟嗔的连接。好，那我们今天没有剩下，今天下礼拜是燃灯节吗？对。哦，然后下礼拜是燃灯节，那么下礼拜是停课一次，好吧？不是要来吗？哎，对啊，要来是6点半，所以不用上，但是要来。对，下礼拜是燃灯节嘛，我们要做上师会供。每个礼拜都以为是燃灯节，每个礼拜真的以为是燃灯节，25号下礼拜3。6点半吗？哎，
我们还没念那个修心八颂啊，我们还没。나는 심지에 탐제라 이시 노부 렐하베 된조 드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 젠바쇼 강도 수당 조베这个书康这边也有书，这里也有啊。今天学的康这边书，这个康指的是总，不是没有刚刚别根有不是吗？康度수당 조베 치康度수당 조베 치等你归了灭大西。先了3把塔把一，超度7把真把修。卷了么滚度人与啦，根据牛木给嘛他，大些没入这边呢，真到多年多把修。人心人别心间呢，地动差不多南通车，人间跌宕7把心，你把各位渐渐修。大了心给他到去，西古拉索没里边，全个人给2把的，这个先了不我修。看了大给偏大呗，让我去我看戏去，这边都有看。新都米的那钱啊，新年堂把到修。东南外的预备役，偏的马南滚了不？马一那的东野滚，3月大了2把修。这大滚讲去这个都被前面马把些，去滚就马西边了，西面青蛙来着修。好，下周见，谢谢。